综艺新讲表演真的假的？哎呦！哇哦！等一下，你们寄过来，你们去哪里呀？你们寄过来，我告诉你们天大的消息。我要到姥姥门前看大戏。猴妹妹，你能不能带上我呀？今天必须得好好表现。我们一起吧。奖牌 Let's go！